由文化部主办的庄头剧场巡演，对8月开始，一直到年底，邀请60个团队伫10个县市来演出。其中，明华园戏剧总团伫8月26这天呢，要去到嘉义县重新演出《超现白蛇传》这出作品。扮演白蛇演员要着更是展现无同的剧场表演甲气势。这出《超现白蛇传》是在当前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，当时真轰动的戏出。8月26这天，要伫嘉义县政府头前的广场，搁再一出演出。我们用短短的8天，搭了一个比国家剧院还大的舞台，然后我们让3万名的坐在椅子上的观众，甚至站的观众，第一排到最后一排，都可以看到演员贴身的身段跟唱腔。文化部希望能够在疫情过后，在我们台湾的每一个乡间的征讨来对，都有办法看到剧场级的国际剧场级的演出。为着要在当前的作品有新的呈现，团长陈胜豪就讲，为了硬体的加强，总团新一代优秀演员会甲孙翠凤做伙演出，嘛上顶明华园的传承。超现白蛇传再演，但是这次演完之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隔10年。再隔10年，好，那个时候，我们这次是传承青春版，翠凤是传承青春，都是后边加哈，那种青春版的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演出的时阵，现场有6组500寸的直播荧幕，6组喷水车的配置，计共3万张椅仔，边仔嘛有6000外的停车位，高铁站嘛会有车来接送民众，希望让大家会当借这届机会，再一摆来欣赏这明华园的精彩演出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